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最美丽的彩色星星。在遥远的夜空里，住着一群快乐的小星星。每天晚上，它们都会一起闪闪发亮，把天空点缀得美丽又热闹。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，唯独一颗叫做亮亮的小星星，它发出的光竟然是彩色的。哇，你们看，亮亮的光是红的、蓝的、黄的耶！其他星星惊讶地说。可是，有些星星开始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亮亮和我们不一样呢？星星应该都是银白色的才对呀。渐渐的，有些星星开始避开亮亮，玩游戏时也不找它。亮亮觉得好难过哦。是不是我的彩色光芒不好？如果我像大家一样，是不是就能交到更多朋友呢？有一天，亮亮决定试试看，把自己的光芒藏起来。他用力憋住，不让彩色的光跑出来，只发出微弱的银白色光芒。这样大家就会喜欢我了吧？亮亮心想。可是这样做让他觉得好累好累啊，而且他的光芒变得比别人还要暗，甚至差点看不见了。这时，一颗老流星爷爷经过，发现亮亮闷闷不乐的，就问他：亮亮啊，你怎么不开心了？你的彩色光芒去哪啦？亮亮低着头说：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大家都不跟我玩，我想变成像他们一样。老流星爷爷听了，笑着摸摸亮亮的头。傻孩子，你的不一样正是你最特别的地方啊！老流星爷爷带着亮亮飞到地球的上空，指着下面说：你看，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？亮亮往下看，发现地球上有绿色的树、蓝色的海洋、红色的花，还有各种肤色的人类，大家都不一样，但却让世界变得好漂亮。如果所有东西都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不是很无聊吗？老流星爷爷笑着说。亮亮想了想，突然明白，对耶，我的彩色光芒说不定也能让夜空更美丽哦。于是他决定不再隐藏自己，让彩色的光芒大大方方地闪耀出来。就在亮亮重新闪耀彩色光芒的那天晚上，地球上的人们抬头一看，全都惊呼：哇！天空有一颗彩色的星星耶，好漂亮哦！其他星星也发现了，
他们围过来，惊讶地说：亮亮，原来你的光芒这么美，我们之前怎么都没发现。亮亮开心地说：因为我以前怕你们不喜欢，所以把光芒藏起来了。才不会呢！一颗小星星笑着说：你的彩色光芒让夜空变得更热闹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从那天开始，亮亮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，反而因为它的独特光芒，成为夜空中最受欢迎的星星。有时候，其他星星还会请他帮忙，用彩色的光画出美丽的图案，就像一场小小的星空烟火秀。亮亮的故事就这样在星空里传开了。现在，每当夜晚来临，小朋友抬头看天空时，总会发现有些星星闪着银白色的光，有些星星带着淡淡的蓝色，还有一颗特别耀眼的星星，正快乐地散发着红、黄、蓝的彩色光芒，那就是亮亮。原来，当亮亮勇敢做自己后，其他星星也开始发现，不一样其实超酷的。有的星星试着让自己的光闪烁得像音乐节拍，有的星星学着变换颜色，还有的星星组成星座图案，把夜空变成一场热闹的派对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像亮亮一样，是独一无二的。也许你跑步不是最快，但你说的故事超有趣。也许你的眼睛小小的，但笑起来像月牙一样可爱。也许你喜欢恐龙、机器人或粉红色独角兽，这些不一样都是你的超能力。亮亮一开始以为假装和大家一样才能交朋友，但后来发现假装好累哦，而且真正的好朋友会喜欢你本来的样子哦。这个世界就像一片夜空，如果每颗星星都一样，那多无聊啊！正因为有你、有我、有他，每个人发出不一样的光，才让世界变得又温暖、又美丽、又好玩啊！别忘了，你就是最棒的彩色星星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